礼拜天起，真正就是咱正圣徒来到上帝面前，而且咱欢欢喜喜来敬拜、来朝见上帝，领受上帝祝福。虽然你过去一礼拜，可能你过了真欢喜快乐，也是真有忧愁苦读，有艰难的事，互你的心明白重视。但咱礼拜天起来到圣诞的时阵，咱就要用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遮朝见上帝。领受新的开朗，领受新的活命，来，咱来唱快乐快乐，我来敬拜。实在是，你看你音调吼，虽然歌词后来后世人将各种歌词来套入去，但是你甲听迄个音韵，你的心真正就是互伊夹起来吼，真正是互伊牵挂起来，就要请到上帝面头前吼，来兄弟姊妹，你就该开声大声来吟，快乐快乐，本来敬拜，来，咱对第一站开始，咱要选择一个演的地方。咱教会有可能伫明年度要开始来演新的诗歌本，因为咱一直在用旧
复办的生活馆吼，新的生活馆要开始，所以咱伫即摆开始，拢会特别来用新的信息来传入，啊，这个拢是咱新的信息来听吼。好，咱来吟下面这首。 这首是伫咱的新圣诗的108首吼，求主圣神降临，两段尔尔吼，拢总两段尔尔，咱来学习，较连咱的圣乐队会帮咱唱合声，咱的会众甲我，咱斗阵来唱的旋律，吼，咱来先学习第一站吼。 Shall be
个尔。以后咱开始唱新唱诗时阵，有真济机会，咱拢会拄着即款的情形，就是生活对伊遐做合声有帮助。所以拄则咱是有安尼的试看卖，吼，以后咱就渐渐的生活。我想诗歌拢是要互咱帮助，互咱连心合一的心志吼，真好。感谢主，咱煞接要来念静静听。 我要静静听，我要爱空听主的声。礼拜日来到上帝面前敬拜，真正是要来听主的声。所以咱有的时阵，咱闭目心，静静听。 静静听。